过来讲国民党，这个为了要冲选情，听讲国民党侯康培呢，伫12月底进前，讲北中南3个奥运会要办一场5万人的大型的造势，引起民众党参选人，这个总统参选人郭文摕批评，那样有钱去选举，却是欠退休的党工9亿8千万。侯友宜是回应讲，这场选举无款有够困难，感谢地方的职工、党工团结一致。侯友宜今仔日是推出这个青年买厝的政见，讲40岁以下上济当贷款1500万，过当免付头期款，意思就要抢这个少年的选票。你让大家，第一个要租得起，第二个要买得起。若要互少年仔做起，嘛要买起厝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发出青年买厝555的方案，唔免头期款，就当买厝。上限的一个贷款的一个额度是1500万，贷款的时间也可以到40年。那5年以后，利息由公股银行来减半嘛，0.125%。来做一个计算，而且这个优惠期间是5年，1500万的话，大概是每个月要付19000。后班认为，即马申请按贷款冒欠点，所以除了免头期款，申请人必须40岁以下，信用无大问题，搁纳一百倍条款，必须是头一摆买厝，上这10年来袂当转赔，而且一世人敢会当申请一摆。预估以这个方案推出来，1年大概有5万户。5万户会来申请，算一算我们大概140亿左右，我们大概每年可以征1000亿的土地增值税，所以政府绝对可以付得起。银行去做全额的放款呢，并不会增加银行的风险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头期款的部分的风险是由政府来承担的。捧出政绩牛肉，想要争取更多青年族群的选票，佮传出12月底侯康培北中南3奥运会，拢会举办一场5万人的大型造势活动。上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摕批评，哪样有钱选举，所欠退休党工9.8亿，到即马拢无行，这期含党工都无法度照顾，免全照顾全国劳工。其实我们的募款相当的困难。但是我们从来不对外说，地区办了很多的造势，都是我们的志工好朋友团结一致，希望能够凝聚所有支持者的力量。郭文摕将媒协体侯友宜报大力个激动起，想要甲战场求回来到用政见个人拼输赢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